调查大家1卫生无够，2卫生来到规台湾来行透透，来到澎湖来食无共款的料理，顺续当生无共款的马拉松。伫咧澎湖结合着料理、景致，还有运动的极岛跨海马拉松比赛，今年已经是第3年。今年搁在课台举办，隆重推出63出澎湖菜地料理，互参加的人会当哪享受到料理，哪欣赏海景的景致，一届就会当甲澎湖的海产食烫海。 走起来，爱走马拉松的人有好康的。你来吃的还是来跑的？来都有。安尼就对啊，一路食到饱。极岛澎湖跨海马拉松今年进入第3年，主打美食餐点，完全是以食好料的为主，爱选手毋免要紧比赛成绩。 找来马拉松的好手林义杰、秘鲁跑者雷丽莎咧做代言人，唔免来回，唔免剩2块啊！沿途的美景嘛拢无相共，比赛路途中阁会当欣赏澎湖海天一色美丽风景。沿途18个特色补给站提供当地好料理，互选手食甲唔甘咧将比赛走完。鲑鱼卵，好吃，好吃好。对吧？香肠，原价好吃。 今年的补给站增加到18站，提供的料理有63出，包括飞机圆、叉烧羹啊、海产糜，无求走完全程，敢若想要上好料的拢总食到。都有18个我们的创意的一个加油站，那总共有63道澎湖的小吃，还有美味的海鲜。虽然比赛已经报名结束啊，但主办单位嘛是欢迎爱运动的人会当当场来自由参加，男女老幼拢总走起来，要紧要慢随在你，只要经过补给站，就会当来食好料的，一路食到饱的比赛，成功来插起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